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感谢主，真侪天文迷拢咧注意讲下晡2点外咱台湾有真侪所在咱看到日环食这是一个天文的现象，但是有真侪人讲真侪故事。这个故事的中间，互咱看见着讲，对基督徒来看，上帝的创造实在是真奥妙。当咱搁一遍看见这天文的异象的时阵，咱搁较知影，咱是主恩典的下面。也咱通过今仔日的经节，咱要大家三甲来学习，安怎甲主搁较亲的结连。咱大声来祈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的大恩甲祝福，拢伫阮，特别是伫遮的虔诚倚靠你、尊叹你、行伫你恩典道路的人的中间。主啊，阮也意爱要学习伫人生的道路，常常伫信仰的顶面，甲主搁较结连，学习搁较主较亲的联系，帮助阮伫信仰上得到学习，也求拜上帝圣神感动阮，互阮对主你听到你的声，知影你爱阮所做。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日咱讲一个较属于属灵心灵的问题，叫做跳入去属灵的大海。检测这个主题，咱一个听无啥了解。咱通通过今仔日读的2段经文来做伙学习吼。经文较长，小等下咱有时间，咱通做伙来学习啦吼。咱大声要甲咱三甲思考的是讲，对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面，咱通抓到一个上重要的点，这个点就是讲，伫咱的信仰，伫咱这个有限，伫咱人的这个肉体的知觉，以及咱的能力的下面，咱看见一位一切行知行在的上帝。意思是，咱本人受到时空的限制，一个人无法度超越时空，一个人无法度伫遮。知影另外一个所在发生什么代志？当然，现在因为有这个网络的关系，咱当看到另外一位的所在影像，但是你无可能全部拢知影，包括咱今年年初所发生的这个疫情，无论是先进的国家，还是文明，也是科学较落后的国家，拢无法度去避免这个事。所以当咱看到人的有限，特别是遮侪，对不？几10万、几百万的人受苦的中间，咱就通想到讲人的有限，当伫这样事搁较看到。咱今日有读到诗篇139篇吼，这个139篇有真侪人在做款描述，无论是遮圣经学家，也是遮一般的灵修者，因有2种的反应。头一反应就是讲，这篇是足侪人爱的诗篇，上界爱的诗篇，因为伊感受到讲迄个经文的描述，是上帝伫你的正边倒边为着你，伫你的身躯边，甲你保护条条，互你若讲高枕无忧啦，安尼足安稳的这是读圣经的人一种感觉但是有的人讲这篇诗篇读落去到底安尼皮喘，因为安那呢，互咱着惊。因咱就亲像一个透明的人就对啦，无啥物通好闪避的，因为一切拢伫上帝的掌握的下面，所以伊讲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咧。对远远的所在，你嘛知我的心思。哇，咱知影讲现在世界哇，即马咧。透过网络真侪，咱讲的迄个间谍战就是用这个这的秘密伫遐咧传播安尼，若较会当破解对方的这个密码，哇，战争就赢咧。所以人会发明足侪迄个密码伫迄个所在咧传播传递安尼。但是呢，伫主的面前你什么密码拢无效，你什么款的暗坎嘛无效。所以咱较早
台湾人讲一句话吼，讲若咧做秘密的代志吼，莫讲好事甲歹事啦，拢会讲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吼，都毋是拢无人知咧吼，上无嘛有4方面拢知，咱也会通对即段经文内底学习到遮个，知影讲咱理解对咱所安尼无法度人完全掌握，但是咱会通知影，咱本人伫上帝的心内是甚物款的意思。所以圣经因为是写即个大纲啦吼，所以用中文式的，咱拄仔读的台语意思共款，但是文字无完全共款。这个话伫第一节，伫诗篇139篇的第一节到第4节内面，咱看见讲上帝捌咱，伊安那捌吼？第一，讲上帝完全洞察我，洞察的意思是讲头尾内外前后吼，拢无漏沟就对啦，知影彻底就对。讲上帝完全洞察我、认捌我，所以圣经伊安尼讲，知影我的一举一动，你要做啥货，上帝拢知。佮知影我的心思，我外面的动作做有做无做，我佮看会到。但你心内咧想啥个咧？吼，咱讲吼你心内咧想啥想袂出来。咱有时一句话可能对女的较无公平啦，讲女人心海底针吼，安尼讲意思讲表示有个人伊会真正的心思意念伫你内面。外表达出来是即款的情绪、即款的话语，但是伊讲的可能甲伊的心内是无相像的吼。伊佫讲知影我的所作所为啦，知影我要讲什么。假使若是你的行为一举一动拢互对的，甲你掌握着，你会惊袂？咱嘛看见真侪较确实的科幻的电影吼比如讲咱。之前有一片影片真出名，叫做《全民公敌》啦，吼！哇，伊透过高科技的物件，甲你掠条条，你去倒位，你做啥，你想啥，拢甲你掌握着，互人感觉看着真惊，好亲像讲，家己拢无家己自我的行为安尼。那伊安怎解释上帝呢？伊讲上帝是无处不在的，上帝逐位拢有。所以诗篇的诗人写到真优美，讲我上天，你伫遐；我入去到伫阴间，你嘛伫遐；我飞往日出的东边，你嘛伫遐；我住伫西边迄个日落的海角，你嘛拢伫遐安尼。哇！这互咱去感受到，上帝毋是只干那伫咱所理解伫。天国，还是讲伫伊个宝座顶，上帝是充满伫逐个所在。所以有人也捌写小说，还是讲用较幼的迄个文字来描述，讲上帝嘛是伫厨房的上帝安尼，就是咱一个妈妈伫厨房内咧煮，安尼咸的啦、咸的啦、酸的啦、食的啦吼，遐侪调味料内面吼。上帝有伫遐呢，有人嘛是咧讲，上帝是迄个小事的上帝，伫遐足有咯、足细项事的顶面，上帝拢有伫遐。安尼表示讲，上帝是无所不在。所以你无论去倒位吼，你的思想、你的一举一动，上帝知；你要去走去所在闪避嘛无，因为上帝拢伫遐。所以若是安尼，对拄则咱讲。有诗人的这研究学者，到底你对诗篇139篇，你是一种的完全的一个安心呢，还是你只要惊吓？就是看你甲上帝关系，你对上帝认捌，甲对家己认捌。我期待今仔日通过这段经文，互咱对家己信仰较清楚、较了解。到底对这篇诗篇你读了，你是惊吓呢、恐慌呢？其实是你真安稳、真安心，这是看咱甲主的关系。因为若是你惊吓，真正有影，内面所写讲上帝对我的认捌，讲是高深莫测啦。伊知影你到什么款的地步，咱根本就无能理解。咱
一定伫上帝的眼中，到底伊对咱的评价是安怎，咱嘛毋知。啊，所以世人讲，我要去倒位才会让闪避上帝咧？哇，走无路，走无路人家。啊，他伫讲这篇诗篇，咱拄则无读到，伫15节到16节，伊安尼写，讲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伫老母的腹肚内，你甲我塑造，我形成的过程，你拢清楚。但是即位，你还伫老母的腹肚内，迄个胚胎开始形成，拢伫上帝的掌管的内面。伊讲我形成的过程，你拢真清楚。伊讲我未成形的身躯，你已经看到。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拢已经记伫你的册。啊，上帝伊完全掌握咱的一切，对伫咱成形成做一个还未出世的囡仔，拢伫主的恩典甲看顾的下面。当咱咧受到这个事的时阵，毋知咱会去想到甚物款的故事，为咱感觉着讲，迄款完全伫上帝掌握的下面，迄款的心思啦吼。啊，我就想到讲，咱这个华人出名的一部册，一部故事，咱拢知影，叫做《西游记》。《西游记》有一篇足出名的一段吼，咱知影讲迄个齐天大圣，迄个孙悟空。孙悟空伊还未成道进前吼，是破教啦，是搞怪，是毋听话啦。伊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讲伊的筋斗云啊，一跳18000里，这是咱囡仔时代足爱听、足爱看影片嘛，是一直咧做安尼。咱这《西游记》内底写着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啦，伊就搞怪四过捉龙就对啦，毋惊迄个伫天界遐所有的正神就对吼。但是伊安怎写呢？写讲即个孙悟空筋斗云18000里走来走去，冲来冲去，大家拢伫遐创治搞怪。但是伊讲孙悟空的行踪到最后，犹原停留伫迄个如来佛的手掌中，咱所以后来拢有一句这个俗语嘛，讲逃袂出我的手掌，就是咧对这个典故所来啦吼。咱知这是一部用佛教咧讲故事，但是咱会当去理解到，但这个《西游记》伊内面有真深对人性的描述。咱若看用这个故事，这个神话故事来去想到讲，咱毋免讲这个。咱伫上帝的手掌中，你永远无法度人逃闪；伫上帝的业力的下面，你无可能逃开伊的世界，离开伊的视线。所以这就做迄个孙悟空的故事拢咧讲这段大闹天宫的故事啦。逃袂出这个手掌。伫这个故事内面，咱通去理解着讲，是为何诗人会去描述上帝伊的掌管，人无法度人逃闪。但第二种的思考，拄则咧讲走无路你免走免闪要秘无路啦。但是第二种是一个信仰的升级，一个阶层，就讲上帝你是伫前后在为我呢，我是需要你保护呢，你用你的能力来庇护我。讲上帝，你会伫迄个所在来帮助我，所以诗人伊有两种的角度安尼描述，一来一去，一来一去。若要讲是讲，当咱人的心思意念若是对上帝有渴慕，咱知影家己的不足甲软弱，咱需要倚靠上帝的时，你就袂想讲上帝，你拢逐项咧甲我看，上帝看你才拄好因为你有困难需要帮助，敢毋是？所以，当人的心脱离上帝的时，你会想讲上帝，你尽量莫管我，我家己做我家己啦。但是，当你仰望上帝，你欠缺、你需要的时，你会讲主你伫倒？事实你咧问主伫倒的时，主是要应讲我就伫你的身躯边，你袂晓找求。所以，咱也去理解到讲，咱的囡仔成长过程。真趣味，咱囡仔细汉的时阵咱的囡仔
有时咱是大人，无骹手通帮忙吼，小可闪一位尔点，走去披衫啦吼，走落去楼骹要摕一个物件，囡仔就骂吼，看到妈妈，无看到妈妈就要哭啊，对毋对？顶日发生一件感觉讲真艰苦的事，一个细囝。因为妈妈毋知落去楼骹创啥，伊就为着要找妈妈，说爬迄藤啊，是讲爬迄个刺路怎去摔落来安尼，好像就目睭无看到妈妈，伊就感觉心肝会惊吓。你倒退，你的属灵的心情是伫倒一个方面？你是因为有真多的难处，有真多的暗钱的事，所以惊主所以你想要闪走无路，也亲像咱伫圣经定定看到吼，即个约拿，伊因为要盗骗伊的上帝的呼召，所以四过走，到最后上帝搁找倒转来，所以这是要互咱大声去了解咱的处境，然后咱要思考讲，若假使你要成做一个丰盛生命的一个关键在伫遮，对咱先了解咱的处境了后，咱知影这篇诗篇对咱的帮助啦吼。但咱要得到丰盛生命的关键是先认清咱家己的难处甲不足，还是讲人的有限啦吼。咱伫人生的中间，咱的生命有常常拄着迄个残缺甲伤害，咱会拄着成长顶面的伤害。有人伫成长过程中，原生的家庭予伊的一个压力，也是讲迄个教导无适合，或者是个人的迄个性格的软弱。有诶伫成长伫学校，也是老师，也是甲同学中间会拄着霸凌，心内有拄着迄个真大伤害。有时咱有真多的引诱，有温书毋敢互人知，有时咱互罪甲咱合制条咧，好像就伊甲你压条诶，你无做袂使，就一直往黑暗的路行。咱伫进前捌讲起着邪灵的攻击，咱毋只干那是伫外面所拄着的攻击，亲像这病毒咧攻击咱看袂到，迄个邪灵的攻击是更较彻底，更较严重的。所以呢，咱会去想着讲，亲像早前上帝创造亚当甲夏娃，当因无听主的话，当因听蛇的即个引诱去食着神恶果，知影家己的罪了后，咱看讲夏娃甲亚当因密起来，而且发现家己是赤身裸体，想要闪开，想要逃避上帝。事实，咱也是对圣经内面的描写吼，种奇怪。先啦，亚当夏娃一个食神恶果了，煞发现家己无穿衫裤。其实伊的描述较毋是讲，我赤身裸体有甚物款歹看，伊是咧讲起咱人看起家己心内底黑暗，毋敢面对上帝。兄弟姊妹，这拢是咱逐个人拄着济较少加减的故事。但关键伫即个所在，你是要一直逃闪，一直咧惊上帝咧找你呢，还是你要勇敢面对上帝，互上帝来医治你？所以诗人伊伫咧写这篇诗篇嘛，是像种信仰，人讲起起伏伏吼，前后正面负面拢伫迄个所在咧思考。但是诗人伊安尼写讲，勇敢迎上帝，是要互上帝来甲矫正，是要互上帝医治。所以伊虔诚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求你来查验我，知影我的意念，求你考验我，知影我的心思。咱囡仔伫成长的过程，咱拢真注意伊咧看什么册，伊咧看什么影片，伊咧甲同学咧讲什么话，是咱要想讲，这个囡仔是毋是会有某一种的思想来影响着伊，来甲伊改变着伊？所以咱当知影伊的心思意念的时阵，咱就知影讲这款的想法，这款的这个知识对伊是无帮助的，所以咱会甲伊困难讲，安怎想安怎讲。但这个诗人就是甲上帝讲：上帝啊，我有家己可能我家己的有限，我的软弱，
也是我的私心，也是我家己的罪在影响我，所以有时我家己毋知影我的意念是啥物，求上帝你来甲我考验，上帝你来甲我查验，互我知影我的心思意念，因为当圣神光照我的时阵，我会发觉讲啊，我的方向是毋对的，我的想法是毋对的，我的做的做的代志是假做的、假戆做的，到尾伤人搁伤心就对了。这个拢是咱基督徒定咧，咱有一句话讲，伫信仰的顶面甲主相应，相应毋是甲上帝输赢啦。是讲啊，像这诗人共款，讲我是要走向去倒位啊？毋过我搁足需要你伫我的身躯边来为我呢。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对这诗篇，你若常常较接甲读，毋免嫌讲读侪遍，一直甲读，你会发现讲，你会得到一个心思，就是讲。咱爱谦卑恳求主来帮助咱，查看咱有啥物真公共的即个思想歹所行所以你才会当行伫一个永生的道路。这篇诗篇的意思，真侪人伫原来咧读会惊，后来发现讲我一生生命的幸福就是伫遮啦。这个幸福是在你上帝伊慰累你。伊并无甲你拍到，互你半小死啦，是伊保护你，伊查验你，伊帮助你，伊带你行人生的道路。所以这是为何讲有真侪的放荡主，伊伫外面安尼，家己要追求家己的人生要追求家己的前途，到后来哇一败涂地，伊才想讲哎哟。我的老爸遐疼我我宁可转去做伊的奴才嘛，较比伫外口较好。浪子的故事，敢毋是这个意思？兄弟姊妹，咱逐人某一个程度拢是有浪子的基因呢。因为你常常想要脱离上帝的控制，但是脱离控制，若对你较好，安尼阁有话讲。毋过当你伫外面咧漂流的时阵，你才发现讲。就是你老爸家做奴才都较好伫外面。当你有这款想法的时候，你就知影讲我伫主的内面坦诚，伫主的面前，毋惊任何我家己黑暗的所在，你才有光明的开始，你才有改变的开始，你才是有祝福的开始。最后，咱要思考讲，伫以赛亚这段经文，互咱一个描述就对了咱讲。咱安怎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大海，来得到丰盛的赏赐有几张这个海的图片，要互咱思考无共款的层面啦咱知影这个大海甲人的一生有真深的关系。咱台湾四面拢是海呢，因为以前是戒严时代海防的足严呢，袂使互你随便落海所以台湾人煞对海第一无认捌，第二会惊。第三，感觉讲迄个海是一个危险的所在安尼。但是海有真平面，算讲水静无波的时阵海内有真侪水的鱼真侪海类日头落山，也是即个出日的时阵，迄款真水优美。咱全世界2/3拢是海水呢。这是我故乡平湖的所在，一块小台湾伫遐。迄个外面的海水是清清非常的水这是我的故乡七美日出的所在的时阵，迄款水的水面这是迄个出名迄个双星师傅，足侪人透早4、5点就走去酒伫遐，准备要看日出所以迄个云彩咧水的时阵，伫个山头顶面，一大堆人拢摕迄种。大广的迄相机伫遐咧翕安尼这是日市的所在。但是迄个优美，感觉讲心旷神怡啦。但是当大海歹起来时阵，迄是大影。咱讲大影亲像好狮共款，会吞咖你。迄个人面对即个大海，实在是无法度人抵挡得到这大风影伫咱的心中，所以。莫怪着咱足侪诗人，也是遮作家拢写讲人生亲像大海嘛。咱讲看到不够的讲话，是讲人生亲像苦海，
这个拢用这个海在描述咱吼。当大海来的时阵吼，甚至大涌来的时阵，甚至连迄款上界用的建筑物都无法度人去地动。但这个描述会互你想到什么？吼，这个图片会互你想到什么？咱人的一生甲这大海有什么款的关系？我是要甲咱三甲师傅讲，那假使这是属灵的大海，对你人生有什么款的关联无？你的理解是什么？我伫海边大汉，但是我一直有感觉到讲，好像我对这个大海吼，搁爱搁惊。当好天的时阵，当日头真海水真平静的时阵，你足爱去亲近水。但是我也去经历到讲，伫我的故乡，当迄个冬天一个到，当风台一个到，迄个大海大涌的声，互你感觉讲，好亲像伊的危险伫你的身躯边，随时要甲你吞下去。所以迄款矛盾的心情，拢伫阮的内底。当你甲即个生命、甲你的人生相结连的时阵，你安尼想，即个属灵的大海意义是甚么？当咱去思考着，迄海水是最深难测的时阵，会互你惊吓。咱搁较毋免想讲，哎哟，有的人足爱耍水吼，定发生讲伫什么款的海边，哇，大白鲨一个来，迄个恐怖的影片，互你一直真惊吓。大海是互人惊的所在，圣经嘛真侪所在咧描述讲吼，大海就是遐恶魔，也是遐妖怪徛起的所在呢。咱搁看见讲，当起大涌、波涛汹涌的时阵，迄个危险随时会临到。但是有些时阵，咱感觉讲，哇，这大海河顶的水，因为伊的水面亲像镜共款，互你的心真开阔。搁较一个较深入就是讲，当你对海有了解的时，你会发现讲海中是藏着取之不尽的宝藏啦，你摕袂了。所以你会感觉讲，哇，内面规个即个生命，你的来源拢伫遐。其实台湾人迄食海产食甲，咱四面拢是海，但是海产咱佫食无够呢。无够爱搁对外国进口台湾人甲日本人共款影响哇，食鱼实在是咱台湾人啦，真正讲要来去兴达港啦，要去倒位食海产我想大家拢相齐拜对，因为感觉讲迄个海内面太侪宝贝内底啦咱是用咱生活上对海的了解，咱要去思考这属灵的意义。圣经以赛亚51章这2节讲，上帝去感动这个海洋，互迄个涌大。所以这什么意思？是讲大涌深海拢伫上帝掌管的下面。咱人生亲像在航行伫迄个变化莫测的海洋，所以你存着对大海的惊吓的经验。但是咱去理解到，就是这个人生充满着危险，侵犯着难处。但是咱看见耶稣甲伊的学生伫船顶，伊平静风加海，你就知影讲有影，我的人生难免会拄着风涌，会拄着摇摆的时阵，大涌拍入来船内，互你惊吓，强强要死。但是你知影耶稣伊有气力，伊是风甲海的主，伊互伊平静。但咱嘛看见讲，当你知影掌管的是什么？上帝是这个大自然的主，是你人生的主，是看见你内底外口拢有，你欢喜互主保护的时，你就敢跳入去迄个属灵的大海。这属灵的大海属实有影，因为伊有风涌，伊有深，所以会有生命甲信心的挑战甲冒险。我会记，我讲伫庄脚大汉，伫海边大汉。阮若到热天到的时阵囡仔足爱去耍水，迄拢毋惊热，嘛毋惊，袂嫌时间久，就反正一领短裤穿的规日拢伫海边，就耍已经日头要落山才安尼，好像佫毋甘愿才转去安尼，耍袂先就对啦。我会记佫有一个足深的印象，伫迄个下晡时就有一阿公也是阿嬷，
带伊等咧要学游水的孙去到海边，就看伊去游。大省是用迄个救生圈，互伊去耍，互伊去捌水。慢慢讲学，互伊会晓家己放手，落去学游。初期有时候，阿公就爱佫徛伫迄个水内，抱伊安尼游。看到囡仔咧耍，爱就举一支雨伞，因日头太炎的阳伞早，看到囡仔咧耍，心内足欢喜安尼。因为伊要互伊的孙伫迄个大海的中间，伊袂惊吓，对水袂惊。所以哇，过无偌久就免阿公阿嬷来伊家己跳来跳去伫水内耍落，佫爬起来佫跳，安尼因为对水已经认捌水性有所以就感觉讲如鱼得水伊就欢喜入去内底。事实有影，这属灵的大海嘛是安尼。当你毋捌的时阵，你会惊；但是当上帝你的身边甲你照顾的时阵，你讲是条件无毋对，是信心的条件无毋对，甲冒险无毋对。但是我已经捌，有主保护，我就敢入去。迄就亲像主耶稣伊甲学生彼得的对话讲这学生规暝拢掠无去伫迄所在咧拍梦。就准备要收诶，要转去休困足忝但耶稣甲伊讲：你甲船开去较深诶所在，搁定拍梦。圣经记载讲，哇，所掠诶鱼连船拢缀袂落，都叫边仔诶人来帮忙。兄弟姊妹，你是对属灵诶大海有惊吓，对人生诶大海有惊吓，还是你欢喜互即位逐位拢存在伫你身边为你？在保护你的上帝，互你开船到你深的所在，去得到迄个大海上界丰富的赏赐。兄弟姊妹，咱这是一个心灵的思考，你慢慢去吟味这段诗篇，互你的帮助。你想到无所不在的上帝到底是甚么？事实咱知影上帝是无所不在，不过请会记得，你的心嘛是无所不在呢。你的心思意念有啥会当甲你控制？当你的心思有，就是亲像一个镜，无所不在上帝，就是你无所不在心思的一个照镜。当你愿意甲上帝对话时，你就是看见上帝所予你的指示、方向、鼓励甲开力，你就袂倒闪。你是足爱甲主见面，因为你都无清楚，就像一个爱读册的学生，规日都想要填老师，讲老师这个我袂晓的，甲我教；这个我毋知甲我指示一下安尼。因为你是较无，你是意爱，所以当你认清家己的时，你会欢喜走往上帝，归向上帝，你会接纳家己，认捌家己。兄弟姊妹，伫诗人这篇的心灵的故事，也是心灵的波折的中间，我希望咱在座兄弟姊妹，你家己去思考，你平常时的灵修，你甲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我需要才来找伊，无需要密起来，毋敢互上帝看，还是你讲事讲主啊，我爱做什么？你甲我讲，因为我是你所创造，就亲像前2礼拜咱咧讲起，你若无圣神的同在，你这个生命是无完整的共款。所以，当你有这款的认捌的时，你就知影讲我要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我欢喜跳入去属灵的大海，是因为我认捌主，我知影主要甲我同在。愿主将这款的信心、能力，甲正确的看见，互咱每一个人拢成做一个属灵有气力的勇壮的人。愿爸将伊的平安来赏赐咱大家。